后来乡亲啊，苗栗通霄白沙屯妈祖进香，5月初2要来启程，要行到云林北港的朝天宫，前后10天9暝。今仔日是开放着现场报名的第一天，一透早香客大楼的外口排队的人龙就超过1公里。 排队人会香客大楼到停车场排到外面的桥，超过1公里排队落线，拢是要来报名今年的苗栗通霄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。排伫咧头一回信徒吕先生，伫咧5天前就为台中来接占会。跟着妈祖走几年？12年，许愿了9年。 才第一次排到第一个，要替那个家里重症的那个长辈祈福。今年白沙屯妈祖进香10天9暝行程，会伫咧5月初2出发。今日开放现场报名头一天，就算8点开始报名，都已经排到热堂。庙方预告，敢若头一天要发落这民众，大排4点钟时间。第一天难免人潮会比较拥塞，可能要等个4个小时。庙方今年对排队的民众真好，为报名审查到纳钱领物品，拢伫咧香客大楼一站完成。纳700块报名费完成手续，就当领到白沙屯帽碗、甲面巾、徽章等等的装备。摕到1号徽章的太太，一捆仔就报名86回，心情亲像花蕊开个真水。超兴奋的，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快出来的。这次你总共拿了报名几个人？86个人。庙方今年准备23万份的进香装备，预估1个月报名时间会当超过20万人报名。那赶快是年度宗教神事的台中大甲镇南宫妈祖分钟活动。今年出发的时间比白沙屯妈祖更较早，会伫咧4月初4起假，转停9天8暝。分钟路线会经过台中彰化云林和嘉义，总距离达到340公里长，时到。 听到一声真侪信徒来遮斗热烈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